这是第二关的考验。可是你若有法度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就会知影袂。应该不是干我一个人看到吧？林秀美，伊个鬼嘛缀伫咧后壁。伫迄2年前，伊记忆就变歹，会甲过去甲即马分袂啥清楚。恁五婆若知影李心爱已经转啊伫个大潮埕，伊一定会足欢喜的。紧去，紧甲迄林体爱甲处落。哎呦，王婉，你安尼袂使啦，袂使讲安尼甲我暗恋啊啦。你开咖啡店，你煞请人来啉酒吼，啊，你是小趁一小，甲你头壳歹去啊！你迄什么合法经营，就是为着要卖厝心。已经厝留伫遐，你以后嘛袂跋入去大对啊？归去嘛，甲恁姑婆送去疗养院，去遐会得到更较好的照顾。你是毋是想讲，若甲恁姑婆送去安养院，你就会使甲这间厝卖掉心？林体爱，你安尼想自私啊啦！